台南知名百货公司周年庆将伫咧10月10号登场，今年特别加入百货点数来回馈消费者。全馆累积满5000赠5000点，化妆品单笔2000赠2000点，名品大家电 iStore 法雅克单笔满1万赠5000点，首5日 SKM Pay 独家再加码，名品大家电法雅克 iStore 单笔满1万赠1万点，就是要让顾客升级最有感。今年最特别的是星光3月的点数元年。今年的最长会员点数 SKM Point 首度加入周年庆的回馈赠奖。那我们今年的话呢，会把点数就是可以在星光3月的 APP 让客人可以用最新最夯的用点数就可以扣到我们的梦幻逸品。除了有消费回馈之外，也阁有精品厨房用品会当兑换，也阁有机会会当抽100万汽车、电动机车、iPhone 14等一好礼。那今年还有一个特别的亮点，就是我们有集结了包括全台南最大的、最齐全，还有旗舰的欧系精品家电区，以及睽违7年4楼、5楼的运动潮流区，都有2大重点的全新改装，还有7大话题的新柜登场。身为品牌上集团的百货公司，这些化妆品、时尚精品、大型家电等等嘛，拢唔通错过。同时嘛，推出这些活动来吸引消费者。那我们今年有周的活动都将带给大家最特别的活动，世界级的冠军咖啡王彻咖啡都将在今年的周年庆强势登场，还有全台南最期待的椰蛋装置、流金梦幻的北欧水果椰蛋都将在我们今年周年庆快闪登场。这么好康只有一摆，想要来各位民众千万爱把握机会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